哈嘎什么应该读那里要擦口红呢？没有，没有吗？太水了。你应该圣婷婷哦。果然是乔玉之光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乔玉出品的哈，全部按厉害呢。此部问它绍兴酒、都得用红露酒或者是黄酒系列中等。大家今天最针对酒的问题蛮多的。加了挺久，朱姐说你盲表哈，昨天先不一起看是啊。店面了嘅啊，你睇啊，还有一款性嘅都该。是，你智商全部落去落去。所以你要头水就会改做酒香科科鸡，因为厉害的人是随时都准备好上场啊！你看，不可能临时雕出这种花吧？啊，这个太严重了，我不敢碰，多薄懂碰哎！以前呢，我爸爸都讲啊，细仔要學做菜無以後啊，吼，姑娘迄怎麼搞，其他都冇。原来是这样的未雨绸缪的未雨绸缪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係鐘白強。今日轉到我嘅故鄉苗栗咯。哎呀，都放棄哈！人親土親啊，還是故鄉最親切。冇錯。今日轉到一大 V 呢，正見來比賽呢哦，全部都搶嚟自家零沙朋友票喲。講到今日嘅來賓哦，聽說要好好紹介一下。今日唔單止就傻 K 地位都總不是哦，還有爆鵝店嘅店挑價，還有你哦。小小廚師美女都獻充喽！而且他嘅 CC 仲普時啊，參賽者她是我學妹。哎呦，哇，有差2輪嗎？以上吧。按挑上哦。好啦，馬上呢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之前來分享到嘅係阿玉涵師傅，大家好。你好，大家來分享到係大凡村大師傅。大家好，大凡村。歡迎。好，接下來呢，馬上來分享到你風吹潛水站，係來自頭部嘅兩表姊妹哦，分享到米有記、老米足記。歡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哦，一定3款杜後啊，雙美。哎，真的超美啦！雙輸啊，真的。哦，咱看一下咱水今日來到兩片的係婦女檔，呢度係來自苗栗市劉正志，還有劉玉賢。歡迎。好，你嘅學妹就係兩位。小小學妹玉賢。有沒有說學姐好？學姐好，你好。他是說不好還是？學姐。好了，先來講困難苗栗的頭部，其實就係你今日呀驅動工嘅所在地啦，哈。請問一下雙美小姐哈，對啊，頭部有推薦嘛？個好高好色好料的冇？明德水庫，明德水庫。哦，明德水庫。哎，佢當邊係沒有食嘅，就係海產。活魚料理嘛，對不對？嘿，跟明德水庫哦，很多都沒有呢個時間，一聽我去料會好手嘿對，那邊活魚料理真的很棒。對啊，嗰度放到的婦女檔啊，就是你的同鄉人啊，學妹苗栗市啦，哈，對，苗栗市意思，有嘛個好高好學走得到大家推薦的。有個行動太橋，下尾有個長條形的東廠的河濱公園，喺個公園呢，你做咧下尾就俺都特別去提市場查。喺咱舞台的時候呢，行動太橋會點甜不呀，吼點到清醬的。而且行動太橋係你苗栗的地標，你到高速公路看到行動太橋，就地講故鄉多誒，總共已經嚟到苗栗了，不過係明德水庫，也係講苗栗嘅地標行動太橋，你來到一定要來到這邊來打卡了。唔過大家都知在苗栗人當不煮菜，今日都大家都必須廚藝很用班嚟進行鐵管嘅挑戰。下色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蛋托變上地度嘅食材，撒點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。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用下來出好菜咯。好，要各位你一家之主來看一下都苗栗變相地度有變乜嘅好食材呢？係啊，今日已經會係你的地主啦，哈，你是地主，所以今日預算要來到下高調，也啲啲哦，不睇看下到底有嘛計。好，好，有嘛計，哇，水蛋糕咧係雞里脊，好雞肉，一個酸紅係滷肉盤，啊，滷肉飯，有咩巴的咯？你係鋪誒，有秀珍菇，還有兩隻漢卵。哦，你看你最好學的，哦，因為你係外邊啊，包切，所以記得要煮熟。
总得上选哦。还有孙总，还有起司片，哇，哈嘎代表奖嘛。走嘛。哎呀，哈嘎什么应该读那里要擦口红呢？没有吗？太水的。哦，看一下孙总就买减肥好朋友蒟蒻条，还有个海苔。好。呀，嗨，时间呢，等下你要来猜拳，唔过，你先来各自讨论看下，到底先嘛该食材做出好料理，先来进行细组讨论。鲑鱼起司，三文起司，好，海苔，好，上班已经弄清楚了，但用一把猪等下猜拳猜赢了。对，鲑鱼起司，我先拿，好了，蒟蒻跟海苔。蒟蒻海苔，大家应该都会很抢手食材啦，对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三文老嘅毛猪老嘅起司片不用当哦，起司片都给先好的，再下好是该起司片都海苔老嘅那种建议啦。啊，错啊！你刚才讲3行嘅，还有1行秋珍菇啊。好，假使就1行不你这琼州咧。那个黑毛，黑毛是用李。哦，慢，我们有预先的幸运星。好，表现好了，数到3吗？1、2、3，加油！好，两组呢都已经讨论好些耶，我发现到一件事情，今天呢应该有一红色彩很抢手，所以第一棒的猜拳呢有关键性的决定哦。好，正式大哥先。我们要来镇住现场，来，这是做的公黑跟三混大战的啦哈。你也知道我们的战术哦。对，好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用意。没关系，来啊。好，我选给三文。哈，卤肉饭是不是？你耳朵不好哦。卤肉饭。3分啊！还是哦，莫给我。好，还有嘞。我们这个就够了，是。啊，就那个。然后笋汤起司片。咸蛋好不好？一样道理。不一样。都是咸蛋。对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先拿。哦，来，正式哥先。不知道这要什么嘛？改。鸡肉。真的难。好，鸡肉来让你腾数。好，鸡里脊还有嘞。骨味。好。骨哦，其实两种你没多哦，姐姐2项就好了。2个讲好了，好。找个人绕墙听一位，请出列。玉贤小妹妹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养的张了线哦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！没有你子宫啊！好，没关系，玉贤妹妹，先问线吗？该学姐帮你拿。海苔不好吃哦，软掉了。刚的，还很新鲜。正式哥，你刚好汉语讲嘛？给翻好了，肉没有跑，翻了吗？好，你们不要做鲑鱼炒饭这么明显，加海苔，还有加起司排 C。你喜欢吗？好，来，咸蛋跟蒟蒻。OK 的，好。你会发现两组都已经先后赛，不管是不是选到你梦想中的食材，非常黑空游戏的挑战，重点是你的菜好不好吃，有创意吗？好，先让我们看那风吹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咯！好，我们看一下蓝色的一片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好可爱哟！好，两队都已经准备好赛，马上来进行踢馆的挑战。好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两位姐姐真也是大有来头，慢年做攀走做了几多年呢？慢年哇，做了几多年，米珠姐？我没有做很多年，但是我对这个做餐饮很有兴趣。专家啦，我有开过简餐店啦。你看，你有做的黑马该料理的，鸡肉、炒鸭骨味，好，这鲜味有，好，含卵、呀蒟蒻、毛芋头，我用金沙这蛋黄哦。来炒鸭，哇，本来穿炒嘞，个也含卵有含的，就香虾炒，有咸有鲜，哇，嘿，还安尼上。那米有几年嘅专业又会做那方面的呢？我家己做嘅嘛个面包类啦，糕点心。哦，
但想安用心哦，美瑶姐给汉运人为只幸福哦。哦，冇計。小的时候之前夹了一个柚子眼糕，客家花。哎，好耐哦，好很有哦。过就做个沙比拱照。你们俩是老朋友哦。把这种时間去打球鼓啊，係啊，欠錢呢，咩講欠錢，很崇拜，因為佢主導兩下吼，有個唱小音啊，像那個中辍生啊，或者是細老年照顧基調啊，对，他是有去當他們的生活輔導員。對，社工类的啦，对，社福好有爱心哦。关怀小孩，这么有爱心做出来的料理就是有爱。好，哎，其实你讽刺的料理蛮让人放心的。可以啦。懂我周川，我们先去看看那边好，毕竟我学妹哈。來，停手一下。对啊，來去看一下哈，大家到了，加油哦！那是谁？哇！哇，很香哦。先訪問一下哦，計下剪刀小條布讓剪到3分應該信唔信係用辦？防防疫。哎，很厉害啊！而且你有發現嗎？2拳哦，你們都是以石頭贏我們剪刀。對啊。我們怎麼那麼愛出剪刀？很厲害哦。哎，對。來，哇！多動物呢，年年線天哦。果然是喬玉之光，我跟你說，我們喬玉出品的哈，全部按厲害呢。你懂不會做哦？有時候去給他剪亂做早餐。你說剪亂？哎呀，鍋鏟呢，然後鍋子。它很穩定哎。呢度誒，自家誒嗬，你自家專屬誒，係，佢會用啊。自家專屬誒呢。你黑周姐姐呀，黑周妹妹，還是女生女？還是妹妹。講到這個哈，她姐姐就難過。姐姐怎麼了？我也想要去。你沒想我來係嗎？哦，姐姐今日都脫暑啦，對不對？沒關係。因為你看哦，今日現場除了吉良沙之外，媽媽來咧，阿婆沒來，只有阿爹有去上課。真的很難過哎。沒關係，下一集的時候再問媽媽老姐姐來好不好？約她來這樣。好，那你的這個海苔切好，我們這些馬放旁邊。那美門一下正式哥，今日做埋料理咧。加一個空肉飯咧，就拿來攞嚟做炒飯，然後也已經剪差唔多嘅，等下攞嚟焗，然後碎碎的切小，然後拿來用海苔做飯卷。哎呀，煮嘅地方呢，就建立隻海苔醬不用燙熟。哇，我跟你說，政治哥他超會做料理，因為佢之前開過一個麵店，我是他們的老主顧，超好吃的。你炒過金沙嗎？这个就是沙蛋黄啊，你炒過哈？亂縫啊。那你有收過金沙嗎？沒有，你要送我嗎？巧克力。好啊，當然好。此部問一下，紹興酒都得用紅露酒或者是黃酒系列中的。大家今天針對酒的問題蠻多的。當然挺久的。我跟你說，政治哥他超會做料理，因為佢之前開過一個麵店，我是他們的老主顧，超好吃的。笨蛋呢，我就是做一個專去做自家一個保味饅頭啦。哦，那我們先過去好不好？好，因為這邊的他們工序快完成的感覺。好，預先我提球哦。好，這樣哦。好。喺水鍋嗰度做埋。哦，我燙蒟蒻。哦，對，通常變這樣。因為你通過未？要溜嘅打開嘅感覺呢？你通過懂槍嘅法機。哎，對。要會真係做嘅用嘅。就是用蒟蒻。哦。係，啊個也係用含卵嘅心啊，炒呀，因為跟糯米頭啊。你看烤嘢雞里脊又先入狗哈，入頭魚啊。我先撈嘅蛋黃炒必雄金沙。你炒過金沙嗎？這個就是沙蛋黃啊，你炒過哈？亂縫啊。那你有收過金沙嗎？沒有，你要送我嗎？巧克力。好啊，當然好。想得美，想得美的冒泡。又起泡了呀。嘿，還有一塊啊，漏網之魚哈。不是不用酸條嗎？唔講啊，真唔記得夾咯。哎呦，香嘅哈。哎，你這個菇係用卜嘅哈？就是菇。那要先撈起來嗎？哦，可以。是會係會黏黏啊。哦。哦，個盆開來。過來，雞肉。哦。但是雞里脊，哎，雞肉有滷過哈。有。有呀，係嘛？有睇有把胡椒
椒粉，哦，哈，但鸡里脊就点会注意哦，一下容易会落。他是厨师。对啦，看哪个部位啦？哦，好，按能看啊，蛋白老皮，不是肉样啦。天哪，我觉得我们这道菜超下饭。来，我们下一点，偏香诶。那等下嘅菇我加椒落去炒，也係照炒。一下都可以炒诶，菇味吼有鲜味，吼啊就會出水。哦，先幫你炒一下，等下加落去是差唔多嘅。我們這已經差唔多，唔是講那塊調味嘅哈。應該細包添嘛該。哦，香油，香油，最後點一下。嘿，軟呢。好，那就這樣咯。好。哇，玉賢就挺熟咯。哦，哇，哎，你們鮭魚真的自由了，好多哦。係啊，三分炒盤吼本身是全經凍好選。金蛋茶用應該肉肉盤啊，基本上沒就梅有一個醬，它有調那個醬嘛。你看一下我們玉賢那邊也太認真了吧？玉賢，你真的好賢惠哦。你是不是學校的那個學藝股長？你是模範生，都幫老師對不對？沒有，那你都幫爸爸做什麼早餐啊？除了煎蛋、炒蛋、面包，烤面包也會啊。還有嘞，做三明治。三明治沒有喲。那等一下這個要怎麼捲呢？爸比會把飯放上來，然後我再把它捲起來。哦，這個啊，這個啊。哦，啊你啊。這好像日本的那個餅乾哦，好可愛哦！對對對對對對。這裡它地北毒給的係哈推耶，是比較油脂多一點的。啊，可以啊，爸爸要不要？爸爸這邊要調味嘛？一點點鹽巴這樣子，稍微就可以了。好哦。因為怎麼個係二老冇要搭檔啊？人家布妞怎麼個冇送來？媽媽講唔可以送天使啊！布妞得都給倒閉耶。凍醬呢？你們怎麼認識的？你有認識的？讀書的同學。學長學妹？沒有同學，我去英國讀書的時候讀到畢業。正好兩個人異地，不是異地戀呐，異國戀。正好兩個人就失戀，就正好坐在一起。哇！那你要感謝你前女友入。但你賺到孤雄，很了不起耶！這道菜很適合你。鮭魚返鄉。對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你有沒有煎起來。沒有了，就還這個也是不能捲太多嘛。啊，怎麼改？我就叫正方形，然後這個長條。等一下這個長條還會溶哦。等一下這個長條呢，就為了要加強，將給鬆開來吧。哦。有個做壽司，黑妹。手捲。先捲。我包捲要緊一點，但是比較多一點。嘿，一般一個多失敗。有需要保鮮膜嗎？保鮮膜要嗎？還好，因為這不沒懂太多用哎，還好。好。收口的地方冇崩按多翻，對，前面要多一點。哇哇哇！哇！哦，看起來整個爆香了，對呀，很厲害。哎，這看起來很好吃哎。啊，只能這樣了。該不會要偷人家蝴蝶結？哎，玉賢很厲害耶，他給爸爸建議耶。建議哦。感覺超厲害的啦。其實頭尾也很好吃啊。頭尾最好吃。對啊。因為通常切完頭尾，第一口先吃的就是頭尾。對。好，我們先去倒數哈。好，等下擺盤擺半啲醬咯，玉賢，好不好？好。檢查馬上來倒數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試試看下鐵罐內冇卡米西卡斬掉咯。好，兩嘴呢就家庭要給本上地度西紅柿菜編製兩次料理，先來試試看那風吹嘅咯。來，哦，眼蛋哦，凍姜嘅那個雞里脊哦，會落，結果唔會凍就水分凍嫩。而且貴老公的話，他覺得蛋漿用來含卵來做調味，而且這道菜也算是蛋白質非常高的營養餐。米頭濃厚哦，我們自己也覺得很不錯，好吃。要做料理後，蛋漿就什麼蛋白質老纖維質而已。超讚的，張伯謙，等一下剩的給你打包。做得嚟，因為個蒟蒻，你要成凍好，基本上膳食纖維凍夠。
所以食起来袂爆，不过唔袂配。那问看看，哦，你看玉贤学得很强哦。玉贤，你觉得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正志哥，你帮我们讲评一下。用也含卵黃炒也嘅金沙哦，加邊也都可以仲有嗰種，雖然卵香凍香，加也嘅係點用到蒟蒻嘅組合啊，吼，都凍咁樣凍健康、凍爽口嘅。係啊，凍好食。冻厲害。莫連下完全藍水的一片，從玉賢最愛吃的3分5炒盤開始來起看。其實飯卷堡都懂講哎。又從你學的哈。哦。哇。好好吃。周夜時間凍蠻久，各種嘅口感米西全部都到底度，而且它的食材也選得濃厚，芋頭也好，味道很好，也没有过度调理的味道。來問看一下玉賢，你覺得你們做的怎麼樣？好食。好食的哈。哦。那正志哥你覺得嘞？誒，這個做啊吼，講這個好食佢太高的，不過啊吼，確實也好食嘞。就這了是凍爆嘛，覺得凍滿足。我覺得這個是小朋友很喜歡吃，因為你看爆起來讓兒凍等一下自然，起司就是玉賢最愛的啊，對不對？加什麼都好吃。好，等下就看一下師傅應用版的解題咯。現總流都帶師傅嘅上牌應用版呢，先來搶舊師傅搶分數。哦，等下看一下小戴師傅搶分數。牛口人？怎麼會？舊師傅。我先講南翠做壽司一番都唔得按燒下一包。第一口咬下去的時候，按的海苔吼會咬不斷，給他的建議啦。那個飯太少誒，人飯人嘅好食。啊，近輩紅翠吼，他把它發揮一個食材吼，做了過後。或者是它的菇類的處理都處理得很好，景用哈，雖然龜太快，不過處理起來還有蠻多水分的，按來龜好，謝謝，謝謝，謝謝。小戴師傅，那你兩本咱推一點建議啦，因為該佢該盤係該滷肉飯，還有撈該鮭魚，啊，後面又撈 cheese。吃起來有一點點微味，就咧用一點蔥花、洋蔥，基本係有解膩的效果。吃起來還有層次感，很袂安味。啊，兩片呢，該含卵，然後該蒟蒻，還有層次感，然後該袖珍菇，吃起來該味道哈豐富。唔怕，你風吹一到畢業得到2分，待會還有逆轉勝的機會。一下呢，先來看一下今日小戴師傅帶來乜嘅料理，我哋老太家分享咧。師傅出台菜。好，今日來看一下你小戴師傅帶來乜料理，我哋老太家分享咧。今天帶來酒香柯基，但是柯基本身可以吃嗎？走的啊，走的。兩紅啊，兩蚵仔，到蓋妞。好了，來介紹一下食材好嗎？只有該烤到蓋妞，還有倆。酒香呢是種嘅紹興酒，哦，蠔油、調油，還有老抽一點點，哦，上色用誒，還有爆香誒，蔥薑蒜、辣椒，啊，第背呢，還有用一點嘅白菜、老洋蔥，哦，好，我真不敢吃呢，冒險嘛，不要吃啊，睇下有問題都做得滿哦。師傅都嘛唔會用米，就用也小品有陣不一樣的。該香梅下香，該米酒該香梅冇香。啊，師傅問一下，紹興酒都得用紅露酒或者是黃酒系列中的。大家今天針對酒的問題蠻多的。他的挺久了，都對啦，其實。有歡師傅哦，還有滿師傅講哦，他都其實很像開考試。哦，冇啦，還有呢，分享。哎，你啊先切油，等下用海爆香，你啊是用海。對，啱對，按我嘅菜。你啊先海到去爆香，香爆好，那你是用cái白菜海。哦，拍出來夾冰哦。對。那等下要崩水嘛？不是，因為白菜是會出動多水。哦。對。玉賢，你敢學蚵仔嗎？敢嗎？敢吃蚵仔嗎？蚵仔。師傅
所以一出菜唔是再个加水吗？一点点等下。哦，对现在草本已香落啊。对。哦呀，他就用给你用。日常全部落去落去，所以你要头纯就会改做酒香科科鸡，因为厉害的人是随时都准备好上场啊！你看，不可能临时雕出这种花吧？啊，这个太严重了，我不敢碰，多薄，懂碰哎。盖比唔是先照顾水杀高一下。唔是。哦。当然苗栗咧客家菜较少海产啊。炒差唔多，因为等下还帮你注意下，该白菜袂含软。哦。你也是盖比先可是应该不是不用到，不是不用先包的呀。对啊，那不是先腌酱料。安尼，还不会当兵哦。题目该冻姜是熟的。哦。绍兴酒迄青海没冰吗？你那是冰。朱姐说你忙冰吼，昨天先帮你洗看啊。是定一条的啊，对啊，还有一款性的都该。是不是？要小型酒的哈。哎，有人煮出来绍兴的青海梅冰，啊，师傅也先冰。哎，溜一点点。哎，还提味吗？题目提到的时间，给肉，安尼我有绍兴酒的酒香，会吸收咧绍兴酒的酒香，而安尼煮很特别哦，调油，什么个？我先落去盖妞录一下绍兴酒捞调油喏。呀，调味懂有层次哦。白菜也鲜。呀，调味懂有层次。哦。老抽。老抽，该鲜味合正。加一点点的水。添去都放去翕一下。哦，其实你遐套菜，加那种炸猪皮，还没有冻好选。哦，白菜卤，白菜。对啊，卤白菜它有那种炸猪皮。啊不，放去翕到该干肉熟。哦。还咱用锅下。哦。啊，你迄煮几久的啊？差不多10分钟。哦。放该干肉熟。哦。哦，打开了本台要看它，哇，很香哦！我也小心酒的面，已经全部都滴入去耶，又会醉嘞。那个白菜已经变白菜水了，融铁的啊。对啊。差不多是上盖乌海。哇，日常全部落去。所以你要头出就会改做酒香科科鸡，因为乌海。我会较多。题目时间来用该绍兴酒干加多100海，该不该酒梅合创。赞哦！不过应该还是听我加老抽，颜色超漂亮。哎，碗是很明显的太小哦。你嘟嘟好，嘟嘟好。我翕一下醋咧，干肉下球，差不多10分钟，我差不多3分钟就得熟，就会熟咧。好，差不多咧。像刚才可以不用9层塔。9层塔了。哎，好像也可以哦。不要一直改师傅的菜，好不好？一下要换酒，一下子换鸡。哎，酒香改做9层塔的酒没走对啦。哇！一种会弄哎。好，题目创法表海。创法水妹上咯。好，安宁错咧。好。酒香科技。安宁最后 C 喽。吃穿呢，你小戴师傅带来个酒香柯基，睇起来 Q 下来，吃看下喽，好香哦！哦，你要拍菜用盐味呢。而且我觉得，喺大家見到討論講紹興酒嘅溫高嘛，我覺得紹興酒配這個剛剛好，真的是很特殊的組合方式。咱厝嘅阿哥，然後玉賢妹妹，你覺得怎麼樣呢？懂香懂好食。哇，你懂電影下。剛剛要嘅要學嘅老幾樣嘅搭配啊，做開綠亮嘅米湯凍，很鮮美嘅凍，感覺
家应该来一碗白饭。就这样。那请问最漂亮的玉涵姐姐，你取到嘞？哦，也个酒米吼，有盛在那个蚵的底杯，吼也用米莫上土，因为强势蚵的人吼，会强个蚵的鲜味。嘿，啊，不过也个酒下去嘟好，又唔会抢了它的鲜味，又压住它的腥味，按着嘟好。我们说，我说，睇下刚刚見到上講，都係小研究嘅嘛，其實師傅吼搭配到那種精度吼，而且那個拍出來真有動作落去嘅，才會像白菜滷一樣那種動落啊呢。好，故作今日一本睇起個好多一紅菜嘅吼，不過接下來呢，我們的玉賢妹妹有暖身了嗎？正在吃中，她繼續吃，你可以拿雞腿繼續給你吃。我跟你說，現在真給我暖身起來，最杯米館，我們紅隊也要為藍隊加油了吼。最杯米館嘅挑戰馬上來進行咯！料理大鬥士，大家顧客都要選係自家嘅好美食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鬥士咯！最杯米館嘅挑戰呢，哦，國家呢都拿出這個秘密武器，冇想到來到苗栗啦，家度呢就按有默契啊，兩組竟然帶了同樣嘅秘密武器。哎呦，我們現在看看紅隊的好不好？好，帶了樣係乜嘅？紫蘇梅，是㗎，各位嗎？嘿，哎，我跟你說，既然一樣是紫蘇梅的話，現在是拼年份的時候了。一多年呢？幾年次？幾年次？一年次是不是？一年次。啊，你那邊幾年次？要幾多年次？哎，4年。哦，4年款。薑是嫩的好吃。这是比年輕的，是不是？對。包線狗，我們半年的。哦，要慢你做哎。我做哎。喂，你請我做哎。好哦，好。有沒有用嘅這麼按起嘅怪事嘛？剛剛熟成好的怪事嘛？帶來嘅料理，很多媽咪啊。紫蘇梅咕老肉。哦，咕老肉。好哦，我來變一下咯。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咯！好，加油！雖然係同樣嘅食材哦，不過喺你哋一片嘅鹽分下多，家下就講係4年嘅怪事妹，對不對？啊，都係你自家做嘅。自家做嘅，自家滷嘅。俺要菜錢哦。以前佢讀書轉去故鄉，俺會做客家傳統嘅東西。都隔壁年沙啲菜園都向中東都怪事。哇！好，啊，基本上那裡怪事妹哦，做料理菜名很多嘛嘅。很多麥香黃梨檬米。哇，超好吃！黃梨檬米誒，客家菜呢？超，黃梨檬米好。等一下節目一關哦，雖然剛才冇得到分數，唔怕，我們讓觀眾看看什麼叫逆轉勝。好，兩沙強好，婦女齊心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也係嘅怪事妹嘅大對戰咯，馬上嚟動算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這個應該我們工作人員沒有介入吧？應該就切下線呢吼。去聽食材的部分係啊。對啊。因為苗栗糖講嘅怪事動就命。而且影片啊，楊木竹看那個去。怎麼感覺兩隊好像都有鳳梨頭出現呢？哎呦！可是哈，呀，最杯米館他們等於是已經準備好了。對，所以現在看一下。一聽冇問題哎，好來看一下。對，你都幫我切。哇，你要乜嘅？這就是咕老肉嗎？這是梅條牛。梅條牛要甜咩乜嘅？冇耶。哦。蘇梅。很入味。我雲煙。有筍章花。黏，那因為我們要做化石，是不是？就現準備好咧啦，因為應該糖講幾兩勺。對。入面哦，這個臨時不很耐耶。有這麼臨時嗎？真的。今天才叫來的。然後就第一關拿2分，會不會太誇張？不會，等一下。不會啊，我跟你說啊，也比較好啊。厲害的人是隨時都準備好上場啊！你看，不可能臨時雕出這種花吧？這個太嚴重了。我不敢碰。多薄，懂碰哎，超級薄的，太厲害了吧！按杯唔做誒，要刀工嘅部分哦，用個按強咯，係要貼皮去學係嗎？我有去請教師傅。
呀，唔好懂啦，哪有工具啦？这位哦，的工具，这个基本上是只有童军才会削的火煤棒，削的这么火呢。太厉害了哦！等一下，这应该也会分下来，大家一起吃吧？花吗？那配一下紫苏呢？每条都在上学的。咱差不多来搞一看一下。好，先不你皮了解下。好，我们继续加油。好。以前呢，我爸爸都讲啊，对来啊学煮出来毛以后啊，吼，姑娘迄怎么搞，去搞做毛色。原来是这样，未雨绸缪的未雨绸缪。你会不会放水呀？两个手，我帮你放一点水。还要收汁。两妹妹都碰牌呢。哇，旺利木蜜我超爱吃的，还有芦笋。甜蜜就是用芦笋代替，就去增加它这样清清脆脆的感觉。而且哦，我们虽然有懂得小朋友来参赛，可是玉贤的参与度算是最高的。他很爱去听我要用讲，上期要用年烟线听听哦，去卡豆儿的实力哦，是目前以来最好的一个。没错，那我就来问问看，玉贤妹妹，你有想过你未来的梦想是要当什么吗？厨师。啊，他要当厨师是吗？啊，他有前面很大的偶像模范。真劲呢！那吉安勇吼算是，不然问问看，两位师傅，你们有从8岁就开始练了吗？我从8岁开始吃，好，你才开始吃，很认真吃。玉贤，让你练习卡豆儿的时间啦，有冇成日切到手过吗？切过。真的哦。那我觉得很棒哎，因为不会讲，有些小朋友切都是白日还有什么那个用呢？所以这道菜等一下我用的凤靴，怎么跟拐细妹来结合？哦，那因为呢，也就是凤梨的香味之外，加一个拐细妹啊，就是先炒凤梨梦蜜炒以后呢，拐细妹一批就可以拿去拌炒蛋，然后芦笋呢，因为也有叶酸较高嘛，就先拿去用水，然后给汤过，然后呢再去拌炒，这样子做，然后撞到个除非把个冻辛苦。哇，谁挖的？谁挖的？要标那下底度。这个是自己挖的。对啊，买一点凤梨。以为摊贩有卖这个吗？用心程度不输那个风彩挑哦。想说让标那底度啊，那种上桌的时候都会觉得爽好看，觉得真的，爸爸很用心，就会看到好看。等一下什么？当做痛又用在虾仁炒饭啊，凤梨。就想说用它借那个想法来。是，有个芦笋当季啊。哦。我觉得玉贤真的很棒，你看一切对齐，对，这个很重要，真的好厉害。会加油吗？点没做的。好。那个你要丢进去呢？啊，你这个标。那还有一个问题诶，玉贤的哈佛用法安好喏，咩係國小要線上教，又係阿婆。然後阿婆咩老師講客家。哦。還有啲福卡，我們都會其實都會講客家。很棒哎，客語家庭。都有練啊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大家過多出來啊，哈。好。哦，好香哦！哇塞，姐姐，你可不可以放水呀？2个手，我帮你放一点水。还要收汁，我要收汁。包括肉桶。对。再调和一下味道。古老肉给我做东用板才是真的很对味啊，就是酸酸甜甜的，他们恋爱的滋味，像有情人一样啊。是。今天还有就是让一扎个紫苏叶哦，所以就怪死毛的就动气的怪死。因为亚桑的怪死吼，安尼煮好的，这个标弄起个香气。怪死吼本来就会料理的特产，等一下怪死吼要起锅的时候，这个标弄起个香气会呛上来。最后，那你等下要个摆盘要先来就定位吗？凤梨不是煮落去哦。凤梨不是只有煮香球，因为也是水果，煮香球会绵绵，嘿。伊讲个凤梨会冲个紫苏妹妹。真给米头皮了很好哦。但是这样肉要紧煮，几块螺吗？冇也冇调肉，冇。哎呀，也冇调肉吼，适合老人家生意的就可以。
赞。鱼类冻虾。好，我们这差不多了，收汁完之后哎，对不对？剩下就是最美观的摆盘的部分了，加油！好，安子生。哇！哦，冻香哦。其实我自家的好食风力肉馅足够超高的，自家啦。该甜粉还会出来。甜粉哎，会有一点点焦糖香。这道菜吼，精髓黑了自己妈妈教的吗？对啊，这不开会炒这个，然后炒跟肉都猪肉嘛。都经常煮这个。超好吃的。以前呢，我的爸爸都讲啊，这类啊学煮出来嘛，以后啊吼，跟姑娘去专门搞吃家都蛮好吃。原来是这样，未雨绸缪的未雨绸缪。这动作是。所以人家不下都系你煮出来，唔系人家半样煮。冇，也太太煮，不过啊，这个没办法，我们也会一起。酱香炒的时间冇混好些了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。唔怕，玉贤走在煮啊。好，要都先要包一株芦笋下去拌一拌之后，所以你要透出来算摘菜嘞。啊，对，算摘菜啊。对啊，很适合我。对啊，就青酱酱，有一个捏甜的时候再煮好。很清爽。我觉得主要爱学所有学炒一个烟梅，然后吃到那个怪细摸一个木头，而且给它披上面冻酱。好，摆盘一样列入分数了哈。好，好，立了兜酸喽。好，记得先试一下味道。好，现场马上了兜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嚟試試看下最擺面館也嘅怪時梅嘅大推薦哦，哪一組較針對呢？好，呀呢最擺面館呢，按拄好兩組都可以拿出怪時梅來對比哦，先嚟試試看下風趣嘅料理。因為呢啲咁講有些路過，所以非常的美。我覺得最有加分的是最擺面行路嘅怪時嘅，要唔要落去？這順食嘅。沒有進這樣班。那最近嘅同學是王黎，安尼隔起來面頭同學，必須同站。紫蘇嘅怪時吼，就是對人的身體真係同健康。門看一下咱水裡一片對風水嘅評價係樣辦。这感觉要加下嘅有要怪喜的这个细细碎碎这个这更强，更强点。所以觉得好像整个很清新。但是我觉得唯一一个缺点是什么？来摸雪豆风彩条这么漂亮，竟然没给我吃一口。那个他带回去啦，下一次还可以用。好，莎莎乐是款蓝水的鸦片做改风力了。我一起个好是蓝水的鸦片的梅头，酸甜的。然后是很清爽，加个木耳，没有扒到紫苏梅的某温豆怪是吗？没有扒到那个味道。对可惜个就讲冇加怪事的味道。牛羊哈你摆炸的怪事不一些不一样。好啊，好唔好？冇问题。搞虑一下呀。真是哥，你觉得自己做的？基本呀都在大家台呀拼出来是因为呀就亲大家地方卡。小朋友们会很熟做，就是当简单，其实唔係講需要爆炒啊嘛嘅。你大家要談到你一隻重點哦，因為你係按照熱價制嘅節目哦，所以你一套出嚟咩？我講非常專業嘅用拌炒、用拌煮啊，最重要係玉賢的參與，這個家的感覺，婦女窮下來煮出來嘅感覺，我又學得到。唔知幾兩沙又學得麼？所以大家嚟看一下，等一下師傅嘅評分哦。當今早哦，風吹前輩得到2分師傅啊，包括呢前黑哦，唔係單槍色聽聽哦，前輩擺盤啊，非常黑講剛剛珍芝爸爸沒有講到誒，這個參與的時候，這個菜色考量都是我們評分之內哈。好了，你嘅邱師傅搶分數，好，莎莎來看一下小戴師傅強不服從。好，邱師傅，我先講南翠一家之主家庭的煮法煮菜，生意呢有鄉下同台人一塊做料理哦，那種是家的風味，你歸好啊，有個米頭哈，可能比較單一，那個層次的風味哈，越少了
风吹哈的风味，风吹的风味哈，它的层次度比较多，有比较沉的味道，陈年的乖鞋米头，那融在那个肉类，还有新鲜呈现出来的味道，它的味道就比较有编发，所以略胜一筹。你好，探看一下小戴师傅。因为凉腿蓉的明明有是全强蓉，了风腿了片吼，那感觉该，可能该随收汁的时间有一点点长久，该梅头有一点点长冲，是以后可能还好，是凉后可能有一点点味。啊，了片如何风腿实体是烂腿了片，了片是感觉冻轻松。梅头如何，所以来本咱退了。好，虽然 Q 用 B 面不起对怪行为，不过呢，要感谢师傅的建议啊，哈，我觉得呢，很加重要的，我们能够一起参与来分享料理啊，是最主要的。马上为你来颁奖喽！耶！两组都是很厉害哦，一下呢，我来先公布成绩嘞。风吹得到3分，男吹得到1分。先来恭喜风吹得到3000元的加菜金，恭喜！好，蓝吹的鸦片得到是永远的纪念跟回忆。鸦片是豆贡奶奶方锅煮啊，台大就冲哇！等一下等哦，在遮到玉贤妹妹的美丽脸庞。这个锅子超级粘掉，糖工做的煮，没做的泡，没做的整呢。嘿啊，你看，东东的小朋友转到我开始盘咖啦，叫因为紧紧的我个真紧呢，不是搞个咖拉饭呢。嘿啊。好，先来我们看下风吹哦，另一半来参加。其实米竹记是第2次来参加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另一半参加，过一半参与，那心情用板老太太分享一下。只是各家电视台不爱的机会来呀参与一下节目。哦，你这样子的啦，而且今天董用心人看给筹办部就开始雕刻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会来第3次吗？好啦哈，好，拼个季冠军这样子。好，没有了。好，恭喜，感谢，来，你有志替拜参加，心电用板老太太分享一下。今日当欢喜来参加安尼节目，又有安尼烹饪的安尼比赛，向爱当难忘的安尼。纪念和回忆哈，各家一家之主也希望佢长长远远，有介绍人哋嘅客家风景呀的客家特色，实在当欢喜来参加安尼节目，感谢大家，也帮我哋得奖嘅机会，谢谢。好，访问蓝水之前哦，我要先讲我们所有的朋友哦，先给玉贤一个重大的掌声。真正系非常厉害，玉贤，这应该是你人生人生体育百上天时哈。你觉得上电视的感觉怎么样？很开心，很开心。下次带姐姐来。嘿啊，好不好？带阿姐强下来，好不好？恭喜！看到正式哥带玉贤一起来，那种感觉一定是很棒的，对不对？第一拜跟老小朋友跟他的组合一起订诺杯煮菜，这是一个当特别的一个感触了。跟小朋友童年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我是第一天是当过做过节目安样，这一个当特别的经历。感谢一家之主给我一个机会，谢谢。觉得正式个精英动不高，你看不但讲用言教，还身教，用带出了本地主菜，然后上镜头，唔会僵硬。我觉得从小很重要的家庭教育。而且佢用看每嘢就提供，看爸爸就提供每嘢很用板，因为讲不开呢，做事情全部按部就班，而且又心平气和。好，枪手是做的举走总不是个小朋友紧紧动手的呀。可能也是会换呐。没做得换啊？没会怎么办？没做得鼓励到其他的小朋友啊。对，其他嘅生意没做得 Q 下来参与哦。我想 Q 下睇年生子，不管年生幾多歲都做得來到你一家之主，一家之主帶你 Q 下來報名來呀大屌絲，和你拜再見，拜拜，感謝了，玉贤姐姐 ，Hello，謝謝，謝謝。